先拍你，从你这边开始，完了最早了。杨秀叫小棉袄。哎，那个来了，允座来了，这儿还有一个，这长得那么早呢？啊，这两个你们还没回去吃饭哦？没有。你们直播的时候，哦，我以为你们吃饭呢。你们在南郊公园那边。啊。我听到有声音了哈。今晚能行不？可以啊，应该可以吧？这可以换一个。我就放在这车里上面。等会儿开始了跳舞再放嘛，现在还没到。对。还没跳舞啊。对，跳舞。等会儿你再聊一会儿嘛，咱们开8点钟再开始吧，8点钟。我们今晚来不了了，为啥？我手机可不可以放在你那上面呀？什么？我换了一个了，这个位置我抢了。哎，你看你这里有位置。等一会儿我问罗桑放不放，我问一下罗桑放不放。罗桑干嘛？对啊，团队这个好，我不知道，等会儿我问一下。它现在有点热，因为天气，现在应该20多度吧？看一下，哇，有打电话吗？这个位置有个雕塑，看到没有？雕塑，不锈钢的雕塑这儿，我们就在这，我在中间抛个给我，你看吧，我背了那个背心。这边去到错点。这边吧，你进来不？啊，我的相机我是另外一种。你就注意还是买那个HCL吗？或者是买多参与一下，明天嘛，可以。这看了嘛，这会儿还没开始。
这8点钟来的啊？没早晨起的看，很近，这个4道岗那么近。我是住的近。你们住哪嘛？你们现在住哪儿的？啊？那也没好远，在地铁噻。开车也没有，开车噻。啊，我的8点钟在这开始看会儿嘛，耍会儿嘛。你们抖音上没直播的，我没直播的，没在抖音直播。我没在抖音直播，在国外。你可以看抖音那边很多直播的，他们团队都在直播。耍会儿嘛，才几点钟？还有几分钟？才8点钟。开始了，开播了，直播了，现在。今天还是新鲜可以哦。放哪里？放我这儿噻，就按团队不也直播啊。这儿已经坐放在旁边，这边地方知道。这个加了上去。对，我放那儿嘛。已经坐在那块儿，随便你们，反正都一样，效果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，都可以。这边加一点。没事，我把那个调一下，你把它往下面转一下吧，看一下。好了，好，加点进去，对吧？有点，有点。还是放一颗的，又烂了。今天烂的又少。这质量太差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价格，1分钱1分货。都带了充电宝啊，他们2个都带充电宝。又是奔驰。小罗，我以为团队要放，他今天没做准备，手机好像路上要用，暂时没有，就不直播了。搞忘带了一个人，因为我现在就3个支架，本来是4个的，搞忘了放到啥个地方去了？一个架子上面没取，搞忘取了。应该放4个的，这边可以加4个手机，1个相机。这样今天只有暂时将就一下，明天我拿4个吧。明天我就带4个手机，1个相机直播，4个手机直播，1个相机拍摄。你看我现在人都没来的摄影师有几个嘛？就我1个、2个、3个，那2个都是罗马那边过来的，他们都是想来就来。江村，灯枝，这个是4郎，罗桑，还有我的哥哥，是秀儿杨秀儿，我们国外海外网友叫他小棉袄，大棉袄是拥挤。今天晚上给拥挤，给杨秀儿，给秋吉。走马出给3部，他们5个人送，就宣发回来个水果吧，我选的水果，没有送零食一些，他们好像过年都没吃完。嘿嘿，他想过来。他给打招呼。把他接过来呗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跳了之后再这一圈过了之后再那个。又在叫。你走远一点吧，不然他又要叫。等会儿啊。这8筒红果，
戴帽子，罗布现在是随时在变化标啊，就是有些根本就不认识，一下以为认错了。这个感觉画面有点有点雾的那种。这首歌啊，哎，一下搞忘了，你问了我突然就搞忘了，本来记得，本来知道的。对，5个人嘛，只有5个人。兰卡卓玛，它那个衣服有点像曲轴那个颜色，粉色的，和尚取真来了。主要是取真的都可以哦，和尚取真、巴唐取真，还有那个取真，都比较有个性那种。扎西取真，就是再没下去看，刚刚那个搞一下搞忘了。都可以，因为全部是团队的嘛，都会跳，在后面看一样的。其实你我随手可以啊，你把它赶到前面来，它一样的跳。是兰卡卓玛，我家猫的傻子，我家猫还没来呢。小孩，那个后面去掉，现在站在中间啊，在后面上去啊，人家拍视频不好拍啊。远处看有点像曲轴儿，其实是因为颜色有点颜色一样，曲轴儿穿那个粉色穿了2-3天，2天吧。远处看以为是曲轴，其实是兰卡多玛。这个是格桑曲针，这是岱州，哦不是英卓，屏幕里面和现实稍不注意就认错。这是曲张错，你叫小经理也可以，叫小章子怡也可以，因为它外观看有点像章子怡。我以前就叫它小章子怡，后面还是叫曲张错算了。这个最高的那个叫斯拉巴西，老大是嘎隆纳错还没来。这老福基本上跟我同时期的吧，晚了几天吧，应该晚了个几天，1周左右吧。我开始拍的时候，然后看应该10来天吗？就1周左右吧。巴唐舞和巴唐曲针，相丘曲针。小蓝舞啊，这个好，爬公曲家，是吧？这后面基本没什么介绍，都是群众，就是跳舞的，都是想来就来，不来就完了，不是团队的，主要是拍前面的，后面有些偶尔可以拍一下。哎，温柔来了，徐温柔来了，
松吉，藏文名字叫松吉。多久？白上衣中间的这个吧，带中嘛，三个白上衣什么第三个，三个白上衣中间的那个松吉，它藏文名字叫松吉，其中名叫徐温柔，徐温柔应该下个月就回老家了。他们和这两组的一起回去，他辞职了嘛。没在那公司干了，因为他们一个是摄影的公司。我说你因为投资成功了，他说没有，他就搞宣传推广去了，工作搞一些。他下个月要回去1个月左右，回40天左右。这就许温柔。他其实年纪是最大的，我也不能说年纪。在这3个里面，他们亲戚关系，远亲吧，也就是亲戚关系吧。老大17岁，老二18岁吧。这2个是亲姊妹，那徐温柔不是。这两边温柔的左右两边是亲姊妹。左边这个是老大，卡隆纳措，这边那个是老二，这是斯朗巴西，这个是许温柔，前面是秦刚措、林佐、戴宗、兰卡，那是格萨曲珍，兰卡卓玛，那是曲珍，相曲曲珍。白鹤，小白鹤浪，线路之星。在里面那个叫洛布，电子扩大的学生。
每天去的比较早的话，他赶学校有交通车，我要到地铁站再赶地铁过来。他不然每天打车要花100多块钱。还有一点人卡、乡村、秋吉来了。秋吉他说有点危险，我就早点来吧。05对他们不存在啊，谁在前面？看到之前登记连秋吉在跳一样的，张希在前面一样的跳。就说你说曲真的跳一样的，他都可以跳，只要团队想你们都可以。这个松吉，这个徐威的也可以，但我觉得叫温柔，可能他这个乖乖女的。来了。他就跟了汉卡走嘛，他就说。
哦，就上面看，没有注意到，是有点看错了，朵儿嘛。因为屏幕上面看有些都没注意到。叫我来了啊！他贴第一屏吗？贴衣服吗？啥？多少个子高？差不多1.7米。哦，就是他吧，你看吧，戴个帽子，害我都认错了，我认错了，刚刚没注意到，我刚看成小罗去了，我说是小罗没戴帽子，有几次就认错了。小苗、大苗还没来呢。来了吧？曲嘴儿来了哦，都基本来了，就永志没来，因为穿的都一样的衣服啊，都是一家人嘛，本来就是一家人，所以他卡中间。这个用清楚穿的衣服更那个，更那个，穿的更显眼，这刘宁军队。哇塞，你这个颜色好亮啊！周毛叔在这儿来哦，他来呀，三木来了。三木和那个它颜色是一样的呢，都是米白色，米色。
来了吧？我就说一直在找他，他终于来了。又找拥挤，我以为他不可能晚那么晚。完了不存在，反正你们给钱我就送你完了，我不只要你吩咐就没问题，我肯定会跟你们联系他们，我说看他们会不会天天来。手机啊，我没卡呀，我怎么卡呢？我的手机我是国外的，没一点都卡呀。你们是几个账号？我的卡吗？不可能吧，我的网络都是正常的，大概是4兆的。他的应该有人在帮他吧？他卡的话呢，就一般不会清多久，因为网络问题。他是移动的卡，哦，他中国移动的，我不是说移动的卡，中国移动的卡应该不会卡呀。文珍也来了，很卡。这个小孩怎么知道？是不是有血的都白了？是小黑吗？这次他的那个得罪了好多，我不知道还是他吗？上面放了连唱，这是连唱，
张刚。到底卡不卡吧？卡了我可以用去说一下。所以我今天只有3个不了没卡下了我这个事，我一起上来我一起回家4个。不卡就好，好，对啊，这是它网络的问题吧？照理说的话，应该不会出那种，因为这边就中国移动总部的这个，这屁股后面就是移动总部，这个高楼就是中国移动的总部，四川分公司的总部就这儿。当初没来，没看到，新出来了，我说看一下吧，有可能会来的。上午来了嘛，也不知道去哪里来了。哎，拉娃儿来了，娃娃来了，娃娃。拉布娃唱歌唱得非常好，他以前直播的时候在唱。然后唱了我觉得发人舞嘛，哦不是我，那个视频嘛。所有人没来，所有人都来了。因为他一般来的比较晚。就现在是人要少很多，你关的时候行。对呀，这分流了嘛，是。
我感这边压力太大了，每天都是一线干事，这个事情是很难的，一天5个人，也来不了的话，得顶他了。还有些也就正常的话，没有顶的话，也就3天一次，很顶多了，很顶多的。哇，怎么是这么热吗？对，对，我爽。没事的，昨晚是凉快的很吗？啊，这两天穿的比较少哦，衣服还穿的比较多一点。你瘦了？没有啊，他本来也没有啊。还没来，那没来我。你这弟弟呢？弟弟好瘦，这把都挺瘦，才差好多斤啊！龙巴球球，开头音乐也比较好听。哇，找2个，一边一个。走，这样在走跳。没有吧？有点热，今年20。降落还是5岁半。又要给那个是给大小棉袄吧。
给兰博娃吗？你说给兰博娃好了，明天吗？反正兰博娃没上班，随时可以，反正明天晚上没问题。这个给谁的？这个这两个，一个兰博娃，一个。真给力哦，谢谢。OK， 打个那个，Thank you so much。Thank you， 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对，应该是这个。Thank you so much， 再加个 Thank you， 再加个这个 Thank you， 这个不合适。这个是我等客现场观看哦。其实可以的吧，反正现在旅游开放了，全部放开了，好的都是眼签。谢谢，这个给谁？没事，他这个发给我不存在，你打字我一般会看得到，他会关注。这种不音，上台好。和你们看一下这把出他们和武将部。三个。大补啊，选大可棉袄，哇，第二次也给他呀 ，OK， 没问题啊，只是说有点。第一次也是啊，有次上次也送了，第二天也送。那就不送水果了，因为今天送了水果，我就明天给他们送零食嘛，不知道他们有啥零食。或者是买2个女孩子给你买一点化妆品嘛，面膜那种，面膜。我觉得面膜比较实用，买品牌的嘛，欧莱雅呀、兰蔻啊那些，一般也就100-200块钱左右吧，我觉得可以了吧。因为脸上用的应该也不用太贵了，应该算一部分。一般的用，这个不可能不用面膜吧？吃的都有，过年的时候也没吃完。水果呢，今天刚刚送水果还没吃。
打在一起了，可以小跟小朋友。其他说大一点10岁，他们俩是4、5岁。专业的嘛，不能这个团队就只有小孩最佳他别人是专门跳舞，就是他工作嘛。拉姆嘛，你们小白货吧，他身体还有点问题。他来的比较少。谁别做情人呀？这样的谁别做情人呀？你这妹妹没来，还没来。那边是去整2斤斤的衣服的事。前面是拉布娃，这前面是多布。这走路玩一玩。
的哥哥也也想呀，别找那脏错你想呀，就该就那就也去，别找呀别看这里呀，别找呀别看这里呀。哦，应该要来了，我8点50好像还没送来啊。这个水果有点重，水果的话应该五件应该有七八十斤吧，一件应该有将近20斤，觉得上100斤差不多。它因为有点车嘛，不知道。突然间没想起来，那差点狗血，还没来。怎么还没来呢？都晚上9点钟了。叔叔，啊，你的狗狗在这样吐舌头。它是谁吧？是谁？这事儿就是这样。我以为它是狗。四川过程好像就是第几节了，好多段他们都不会跳，因为跳完了要40多分钟10段。谁来了？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他出来没有啊？哦，你老公说的吗？哦，因为我看到9点钟了。好，拜拜。这听着到了第几段？这是第四段好像是。哦，来了，这儿来了。他把车子推过来嘛。洗澡澡就来了。
这没来了。行吧。先往永吉嘛，先送永吉嘛。啊，我先那个报这个嘛。啊，这个放嘛。好好。谢谢。这帮忙。这个要结束。对呀，我是说早点把它送了，马上结束了。你也搞的，不想做，他们的工作的，他们的他这电都没充起来嘛，就可能送了啊。都已经完了吧？没电了，这个没电了。没电了。可以说了，啊，我马上就结束了，是的，马上结束了，啊，是吧？水果，那个姐姐好像啊，戴帽子了吧？他约我第二天去了。嘛，你我想起去，想老师说嘛，哎，结束了。是一样的噻。哎，水果都是一样的，水果都是一样的，水果都是一样的。他明天还要送一次，明天杨小也是，那次也是。那个叫解密那个哈，新加坡那个解密的。杨杏儿的这个是新加坡的，很香。他们三。哦，不吃错了，刚刚那个熊猫水不是搞错了，是那个香港黄先生送的，搞错了，因为监狱只送2个，那个黄先生香港的那个错，这上面有，卡面上面写的有一些只是我搜一下想成那个了。秋季的，秋季也是黄先生送的，跟老师那个班子一样。这个有拍照的。上不来，在后面。还有个叫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我是在。看一下，是在转一下，我也没注意到他哪个地方。
这个，这边，就是香港那个黄先生送的啊，他这边照片上面有，好，拜拜，好。3个是黄先生送的，2个是新加坡那个杰米送的。新加坡那个送的杰米送的是大小棉袄，就拥挤和杨絮儿。然后另外3个是香港的黄先生，防身，简称防身也可以。这个好，就是活动范围比较宽。对，这个有点长，时段，你跳要将近43分钟吧左右吧，40分钟。他们只跳了4段嘛几段，也就是在12分钟左右，13分钟左右吧。第5段他们这边跳，第5段是那个兰卡查尔基那个好听，那个是像华尔兹那个。目前应该他们要回一点点。那天九州广场，金川的广场上面跳了一次，那个学的比较那个什么，小罗已基本学会了，其他跳不来，多跳几次就会了。如果拿曲上错跳的话，有可能看一次就够了。曲上错一般都是1次就会跳了，看1次就够了。难一点的话就是2次吧。这个跳完了就结束了。今天到此为止，俺一般跳到几点？下班了吧？谁来自新加坡的？那个搞错，黄先生，香港那个黄先生。哦，香港来的，知道吧？谢谢知道吧？9511314。对，知道。对，上面图片上也有。他可以看抖音对吧？对，他可以。家人们，我真的淹掉了。没有啊，我看你装的很好哎。对，好热。是呀，就是这些噻。哎，明天。妈呀，半死。台湾，对啊，你们台湾请他们去交流嘛、沟通嘛、表演可以，就跑去玩，比如说找个景点，然后没想到是跳舞，也可以。只是说这边应该办港澳通行证嘛，有护照的话要办。好了。你看。他往前面追啊！对。你这样他不痛吗？不痛啊，它像猫猫一样，猫猫这边是从小就抓那个地方。这就
要是那个，我是把这个球技给你们拍一下，我把下面的。明天等一下我去确认一下，应该是我跟他说了，明天还要说。他不知道怎么教人跳舞，怎么可能？罗罗是跳舞专业的嘛，他怎么可能教？杨轩，等一下，好。哎，杨轩，明天还是要那个还要再说一次，你们两个还要说一次。好的。我就不卖水果了哈，我给你买那个面膜啊，或者是零食一些，好。啊，好吧。因为你水果就不可能一下子吃完了，是吧？老李差一点大声叫你了。哪个？就这儿呢？谢谢。现在少多了，都要80-90个。如果你要大声叫他的话，说大李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谢谢。这个很简单。久不久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让我来一张，谢谢。来一张。闻你头发的迷人的香气，是吧？呀，汗水出多不多？他们要多的。跟英语老师照片，但他们对，他们都是学生的。李哥，袁迪老师在哪？在这，在旁边，他们在一起合影吗？你把拿就在旁边你拿出来吧，就要出。他们是不是一对的吧？都是一起的吧？哦。你要跟他一起合影的吗？我不说，我以为是。就我这个歌山大哥要跟他合影。哦，叫他这儿过来找他就完了嘛，来，把他喊过来嘛。听他说你认识，搞忘了。那个小朋友你认识吧？有点高一点，应该认识吧？你就这个，百货旁边那个小朋友，认识吧？对呀，认识吧？我搞忘了他叫啥名字，都跟我说了，搞忘了。那你不认识呀？对，我以前搞忘名字了嘛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这个送给你的吗？这个送你的吗？不是。那送给谁的？这个好像是。但我放个照片，放5个照片，我就拿了。爱家人们没点关注的。对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什么叫什么？双耳旁的陈娜。对，你我给你拍个照片放在上面。男嘛。那是哪个男？陈娜。好的。他是汉子。对，他几岁呢？10岁吗？9岁，就10岁都差不多，两一样大这样大，你都一样。陈娜，一个女字旁一个男字，是吧？帮一下。跳得很好，现在收东西就快多了，都不用牵线了，直接把充电宝一提就完了。你慢慢这儿还有。跟姐姐说谢谢了没有？走吧，回家了。明天晚上再来。陈娜。一个女字旁一个男字哈。这个陈娜。接一下就记住喽，我肯定记住了，因为我可以随时回放然后听的，因为有时搞忘了。这电瓶，2个电瓶，看没有？这个吗？那个粉红色的那个。就是那个电瓶比较重，比较重。这个能不能不重啊？好白哦。不白啊，它有点耳朵，你看飘黄一点点，都不存在，反正就是基本上一点。好白哦。不晒黑呀？什么？不晒黑吗？没有，它这个单身的3个，一个音箱，2个充电宝，B21号，一个车子，
那个请个车人家就解决了。放一个。我提醒123号，走吧，你走吧。就是录完，我录完，快录完。走吧，就这什么走？这什么走？哦，你不要碰头啊，碰头啊。拿上，装好了，就是水果有点重，水果你看2个有点重，应该有20-30斤。也是一的。后来水果不存在，就随便那个都一样。过去吧。很重。再见。你去等会儿走吧。啊？等会儿走吧。你要回家了。没事，你到处逛一下吧。确定你走不走？你走的话，好不好放啊？放这儿。放这儿。不好放吧？把这个灯关了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对对对。太晒眼睛了。我本来要弄满天星的，它还有一种叫满天星那种，那个丢几年都没得是都一样的颜色，大的我就认为，对啊，那个丢几年都一样的，都不掉色，也正常的。我就想算了吧，我好多都有满天星。那走吧。还有开关。要去逛一下吗？要帮开关打着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咱们去看了我们拍视频的。东西都装好了，把它拆起来嘛。还没找着。它都是放在下面。要跟吴京嘛，吴京要。好。要上。手机咋了？哎呀，对不起啊。没事不影响。对不起，林叔叔。放在那就。怎么对不起？挨都没挨到过，都没挨到过哎。一个丈夫的时候，赵宇跟我打招呼，他是谁但是没看到啊。他过来呀，随时可以打招呼啊，直接找他呀，也可以啊。啊不行呀，东西。但他应该打招呼了吧？应该现在人不了，这边随便也可以进啊，随便也可以跟他合影都可以啊，不存在。要不要坐这？一胀气就是气，有点气鼓鼓的。手机的放不放？我走了。是。确定吗？哎。慢点下。那我开过去。这有那个水果，有水果就要打车才行。我说有水果太重了。没事，那个。谁？你。啊，走吧。我们家也有一个。他们家有个贵宾。你家有吗？小的有啊。真的吗？扎西曲镇那边有一个小哥哥，他有藏獒，扎西曲镇养了个小的。我看到黑色的是吗？对啊，它是藏獒。藏獒吗？对啊。藏獒会变大的呀。对啊，会长大的呀。变大就不行。它长大直接送回老家了，送回。这个叫啥名字来着？叫欢乐的欢。欢。哎。再见，莫道理。是的。走吧。走了，他们去裤子上了。再见。啊，推进你垃圾桶可是哎，推进。垃圾跟我都我去了。走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嘛，没人的我们走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楼上逛一下，没人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好的呀。好搞笑呀！怎么搞笑的？他们说，说啥？不是车子打了一下，那个嘛，他说白货嘛，不要打嘛，这样。可能是开玩笑的吧，不存在。他们不成，回转城去的有点久吧，那个去看一下吧。走，我们去楼上逛一下吧，看他们几姊妹跳舞没有。现在有点早啊，才9点10多分，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。他不扔垃圾吗？垃圾他有点要收，他过来之后有一捡垃圾捡瓶子的就直接收走了，直接瓶子就好了。你要走，你现在走就是正常的嘛，就是这段感觉如何？感觉好不好些？肚子痛吗？就是肚子很这里特别痛。腰痛吗？对。腰痛。哦。这里。肚子痛，肚子吃的饮食如何呢？吃东西那些。吃东西。就是吃东西，就是只能吃稀的吗？是吃稀饭吗？稀饭那些吗？哦。对。哦。
他们那个东西要方便一些，钱的话，钱变现太重了。你信不信我亲他？他要随时亲我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他那个。来，你亲一下。你让我亲，我要舔一个。好了，哎，他亲一个吗？他现在不亲我了嘞。他们那个狗狗，他那个。你每天早上都要干嘛呢？每天早上起床就溜它嘛。我7点多，然后我们那个你知道小朋友他上学嘛，我就给他扫个自行车，7点20多。你们星期六的吧？星期六不上，还要补课，都要补课，每个都要补啊。